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P 啊。哇，咁快踏入6月份啊，換句話咧，呢個賽季剩翻個半月左右啦。大家都要把握住贏馬仔嘅機會啦嚇。嚟緊禮拜三翻去谷草賽事咁樣啦，有9場俾大家玩啦。其中咧4班千二米拆咗3組嘅。當中咧第3場我覺得咧減碼範圍離不開嗰幾隻。不過咧頭馬方面咧有機會扭歪少少咧爆出一啲半冷嘅喎。所指嘅就係12號嘅有理有我，亦都係今期嘅馬膽嚟嘅。有理有我咧，其實今季開鑼嗰日咧已經可以喺田草嘅1200米嗰度咧贏4班賽事，仲要交出一個非常之好嘅短速嘅。及後就減碼分徘徊咗一陣咁樣啦。去到3月份咧走翻去谷草啦，排翻個中檔咧。嗰期咧我都揀咗佢嚟做一個馬膽，結果都有翻個第3咁樣啦。去到上一次啦，走翻去田草嘅1200米，用阿金城光喎，沿途咧貼欄第5位。由於早段咧有3隻馬喺前邊咧鬥快鬥燒咁樣扯快咗個步速，其實佢都蝕咗少少快步速之下，都頂到個第3，亦都係咧喺前置馬個堆裏邊咧名次最好嘅一隻啦，只係輸俾後邊咧衝上嚟啊賺到少少步速形勢嘅馬咁樣啫。亦都證明咗近況呢隻馬係非常之好啊。今次咧轉翻過嚟谷草啦嚇，用艾少禮季內第一次嘅啫。睇翻一啲數據啦，艾少禮今季騎咗10隻廖康銘120磅以下嘅輕磅馬咧，成績幾好嘅，攞到1 win 5匹，另外有2個第4嘅上名率好高㗎嚇。今次繼續排住個中檔5檔啦，蝕住喺中達位置，有啲遮擋嘅話留住爆一段咧。喺呢組馬嚟講咧，佢啲末段可以話係數1數2㗎啦。不妨以1 win 3匹嘅形式玩呢一隻馬。既然有隻半冷膽喺度，不妨玩埋呢場嘅 Q 位置，Q 只要困中嘅話咧，啲回報更加好啦嚇。其中一隻配腳咧就係4號嘅驕陽紅心啦，季中轉頭過去沈集成嗰度之後咧，越跑越好啊！啲名次10級以上嘅。包括上一次咧幫佢初帶嘅面箍咧，哇啲走勢更加好啊！沿途咧已經好咗，跟咗喺前邊，仲要望空咗喎。嗰場咧嗰隻放頭馬啦，勝在當下都扯快咗個步速嘅，佢都幾蝕之下咧，翻嚟都好灌注啊！贏出咗嚟香港之後嘅第一場頭馬啦嚇。嗰日咧就有個內檔之利咁樣啦，但係今次咧加咗分啦，檔位外移咗去9檔，呢個咧係有少少影響啦，唔知佢點樣跑啊？有機會俾人頂3踏，或者咧佢出閘嘅時候咧拱多2步自己帶出嚟都唔出奇。但係咧喺個跑法方面咧，雖然有少少嘅不確定性啊，但係咧呢隻馬越嚟越進步嚟講咧，都要兼顧。加上咧沈集成咧，聽日嗰手馬都好強嘅，繼續向住一個冠軍邁進噶嘛。鬥志方面咧，相信呢啲咧季中轉倉馬咧都會繼續跑得好咁樣嘅。呢隻咧甲馬亦都唔算好熱喎，有啲分頭嘅話咧，咁都要拖埋佢啊。呢場掛頭牌嘅1號馬勁進非凡咧，都要睺實佢啦。始終落翻嚟4班咧有咁上下份量嘅，上季一落嚟4班就贏呢個谷草1200米啦。其實今季季初咧喺3班嗰度咧，即使係跑田草咧都上過名，只係咧要贏馬嘅話咧喺3班問水少少，所以幕後都要部署翻啦。佢落嚟4班咁樣啦。其實前一仗咧由阿布浩榮騎啦，其實應該贏嘅，只係咧喺末段嘅時候咧，俾前面嗰對馬瑞木同埋團長好咧頂住冇位，好遲先至拉到出嚟，結果咧爭少少嘅咋。其實臨過終點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個勢頭好勁嘅，一過完終點其實過晒全部啲馬應該贏㗎，有少少唔好彩啦。去到上一次咧就排住個大外檔關係咧留後咗，結果賺咗少少快步速喺出邊咧都可以冚到上嚟咧，有個第3咁樣嘅。今次咧雖然咧都繼續係頂榜啦，但係個檔位方面咧好翻啲啦，希望咧可以咧唔使咁蝕位啦，跟翻前少少嘅話，以佢一啲爆發力咧喺呢一組嚟講咧，佢都會係有咁上下嘅優勢喺度嘅。今次都要兼顧住佢咧。2號嘅美麗邂逅一個處境都有少少似嗰隻勁進非凡咁樣嘅，落到嚟4班咧係有啲優勢咁樣。其實咧佢季中嘅時候咧已經可以喺4班1650米嗰度贏馬噶啦，個水準都幾唔錯嘅。跟住加翻分上3班都未至於捱打噶。曾經喺2月份嘅時候就喺呢個路程啦，谷草1200米嗰度咧，沿途守住啲波士位置啦。結果咧同嗰隻當時好鋭嘅幸運星球咧，哇！叮當碼頭翻嚟嘅，結果輸少少嘅短碼頭位嘅啫。第3嗰隻成數表其後都可以再贏馬贏3班添，所以嗰場啲水準都幾好嘅。但係及後都要減下分咁樣啦。到咗最近都要
落翻嚟4班啊。其實上一次咧都跑呢個1200米嗰度，但係沿途咧就3踏望空咗，翻嚟冇乜滯啦。咁今次咧除咗排翻個內檔之外咧，個磅位係130磅，唔需要再好似之前咁樣孭啲頂磅咁樣。對呢隻老馬嚟講咧，都會咧輕鬆翻少少咁樣。憑住班底比較高嘅條件之下，有機會喺呢場嗰度殺到入嚟㗎，咁所以都要拖埋佢嘅。總結今期 Q 為至 Q 推介，第3場12號有你有我拖，1號勁進非凡，2號美麗邂逅，4號驕陽雄心，祝大家贏到開晒行。講咗我今期重心推介之後，到好拍檔 Dorothy 以動物全心嘅角度去睇睇馬仔嘅神操狀況係點啊！ Hello， 又係我 Dorothy 同大家睇嘅第9場馬，榮駿大道有衝勢嘅，佢亦都想贏嘅一份子，所以我會揀佢。英俊飛驅有啲攰啊，跑起上嚟咧都唔夠快，好實力，一如以往好有實力嘅，亦都好衝得嘅馬，我依然會揀佢。靈燈今次慢條斯理咁樣跑嘅，唔覺得佢有衝勢咯。當日要睇多次佢先。馬魯有啲退步啊，佢話俾我聽係辛苦嘅跑起上嚟。大文豪好跑得好快，好有衝勢嘅馬。領航天子搶口嘅，但係呢啲隻腳呢有啲亂龍咯。加州活力佢話想贏嘅，要睇定啲先。翠兒威威，哇喪跑啊佢，所以我會揀佢啊。而昌光輝今次出嚟咧，好似換票性質咁啊，所以唔揀佢啦。暴風之子一路跑一路流晒汗，好辛苦，咁都唔揀佢住啦。咁我 Dorothy 有咩選擇呢？就係有榮駿大道好實力，大文豪同翠兒威威嘅。要睇到我哋一眾主持臨場更加多嘅獨家心水方法，好簡單，只要成為我哋付費會員，其中一個方法就係 One Day Pass 一日通行證，只要50蚊就可以由頭睇到尾，齊齊贏到開晒行。